伊是一个牧师来到台湾吼，伊有迄个恩典就是武人恩典，伊来到台湾的时候开始学台语，伊就对台语开始。啊，伊甲即若咱知影中国迄个所在就是中医吼，中医病院吼。啊，即个牧师甲迄个当时的咱台北牧师医师吼，三个做伙伫遐对中华教会开始。三个伫遐开始所有的医疗团队，因为牧师最主要是负责团队吼。伊的台语听讲真流利的吼，真好讲。啊，当时伫咧庄海的所在，中国庄海的所在吼，好有就是讲，因为庄海所在囡仔时常会拍无去吼，所以有来拢会听着，伊就大概听人讲诶，囡仔拍无去吼，囡仔拍无去，伊就用即句话吼，当伊报道的时阵，伊拢会讲迄路啊，就讲上帝囡仔拍无去啊，哦，即句话吼，啊来吸引人，互人来讲，即个是啥人吼？啊，就伫遐开始，对遐开始伫报道开始，对中部开始，伊10年的所在吼，10年的时间建立10间教会，哦，所以。一年至少10间教会左右吼，所以伊伫中部的所在，一个会使讲中部开始的教会是伊对伊开始的吼。啊，今仔日咱唱的这首圣诗叫做《万军的主，至圣的主》吼。啊，咱三个来，这首圣诗吼，伫咱的旧的圣诗内底也包。万军的主，至圣的主，是你徛起的所在，哦，是你徛起的所在。咱知。圣经内底讲，其实这条圣诗吼，伊的英文名叫做 How lovely is your dwelling place。How lovely 就是真水，哦，你徛起的所在真水。意思说，咱到上帝殿，到上帝所在，迄个徛起的所在拢是足水，哦。后来咱请琴弹一下。第一集做来唱个，来。万军的主，至圣的主，是你徛起所在。主我上帝你所祈求，我多。万军的主，至圣的主，是你徛起所在。主我的你所祈求，第二节，我心多么。心心有体，求求上帝，引领我的主。第三节，主大庇，赤脚徛起，伊也最是河水，安稳自在。第四节，我对你遐徛起，伊人真正有福，有主通靠，是上路，美丽乡是快乐。第五节。千里，我万苦
在上主之道，那里之宝，那尊顶拜过后，我的眼光你所叫做查浪压力家路。第二条，咱要唱的圣诗279首，恳求上帝怜悯。这条嘛是一个英国人的牧师所做的一条圣诗吼。这条嘛是古圣诗。恳求上帝怜悯，甲我施恩赐福。做伙来，预备来。恳求上帝怜悯，我施恩赐福，愿主欢喜的美，愿看破旧罗布，你的保佑救世华国，你的保佑救世华国，你抓来。伊的万万苦，我上帝尊名，大家欢喜快乐，心心感谢主上，带领进人上帝的，带领进人上帝的，万万的公教。三节，伊的万民万国，伊主人真乐乐，恳求上帝赐福，土地自作进步，上帝看我修书文化，上帝是我修书文化，比海高清。咱练习到这，请咱准备先三个做伙来聚会。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奉献地伫咱座位的头前，请咱来利用。请安静，用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三甲的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20首，圣诗220首，请起立。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伊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彼得多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罗永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有天啊！第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所以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妹，请坐。咱三甲用启应文28篇来应答上帝话。启应文28篇，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除师傅气煞的石，
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要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同心来祈祷。万军的主，至圣的上帝，你所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意爱。阮的心神，因我的上帝欢喜唱歌。徛起伫你殿院内的人，真有福气。万军的主啊，求你临在伫阮中间，伫你暗耳空听阮的懊恼、感谢甲祈祷。伫21世纪20年代的今仔日，看阮所生存的环境，充满着人类罪性所引起侪侪负面的现象。因为人类的自私、利己、骄傲，甲无顺服创造的上帝，致使阮所生活的地球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人甲人之间也充满怀疑、对敌、冲突，破坏了人万物甲上帝原本和平佮健康的关系。全世界已经超过1年久的时间，受到武汉肺炎一波搁一波愈来愈严重的冲击，将近1亿人确诊，200万人失去性命。人类所夸口的科技，却也未发挥有效的效果。当阮着承认人类有限的本性。阮也看见，阁有侪侪受到政治、宗教迫害的国家人民，也有极端气候、妖恶、战争、天灾人祸。阮要迫切恳求你的怜悯甲赦免，搁一遍因你的宝血洗净阮，使圣神感动阮，知罪，互阮反悔，搁来反省，平心决志，行伫你所喜爱的道路顶面。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互阮兄姐，毋但是透过奉献来支持国内外的宣道，也会当线接的祈祷，来特别为着第一线的宣教师来祈祷。对大部分较无机会到伫第一线宣教的兄姐，互阮会当透过生活上的见证，引带迷信的亲情朋友、同事、厝边来亲近上帝，也进一步透过参与教会伫社区各种福音的事工，无论是双年大会、赞美操、各中国小课辅班、欢乐周六、上山国小性命教育等等，来互上山教会成做社区福音的记号。也透过网络、社群媒体，透过诗歌、宣讲、关怀探访等等，来透放福音的信息。万军的上帝啊，恳求你的圣神运行，互阮欢喜成做你美事却顺服的器具，来成就你的荣耀。你怎样听阮台湾？阮日日拢在看见，也受到祝福。总是阮需要积极来回应你对阮即款的大疼痛，互阮伫你所交代的大使命中无缺失，欢喜搁一遍决志来甲你同工，将福音真理的道传到四国。对2021年的年头开始，互阮会当亲像年度主题所描述，行出束缚阮的，进入宽阔的生命。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只是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8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8节。耶菲罗啊，我已经将耶稣对起头所行所教示的，到伊托重圣神命令所敬的使徒了后，受指接上天的日，这项记载伫前的册。伊受害了后，捌用侪侪凭据，伫40个中间出现，互使徒看见，来显明伊家己是我所讲论上帝国的事。40，伊甲因自执的时，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听候爸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听见。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独恁阁无几日，要用圣神受洗。安尼，因自执的时，问伊讲：主啊，你伫即时要将国复倒到互以色列吗？伊就甲因讲：爸所下伫伊家己原来的时甲期，毋是恁所通知。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讲道，请西北站牧师题目是自执的奥秘。搁一遍三甲来祈祷，主上帝，阮伫心底感谢你。当阮的脚踏入你恩典的厝，我就知这是上帝你的疼。阮感谢你，你做阮一世人的牧者，引带阮伫每一个坎站。伫2011年新的一年，阮也恳求上帝，你继续施恩伫阮逐人的身上，施恩伫阮的教会所做一切事工的顶面。这个时阵，阮要恭敬伫你面前来听你的声，愿主你的神踮伫阮的中间，做工伫阮的内面，互阮听见你顶面来微细的声。感谢祈祷，靠主的圣名，阿门。来家兄弟平安。我会使安尼非常欢喜，早早就困醒，看会当安尼较紧来咱教会无，一只看见着咱我真济遮真好的朋友，久年来的朋友，真我关心的朋友，也借即个机会，我伫台湾新人院服务做实践工作主任、务主任，副院长的时，有带学生，大概有带10几年吼，逐年来咱教会观摩。我深深感受到咱即个上山教会对礼拜而且会行事而且会一切而且安排的迄个用心。我想讲，咱祈祷礼拜祈祷唱即个主祷文可能是北部第一经啦用唱迄个有可能啦有可能。我感觉迄个效果真好，所以阮南门教会有哪有安尼做不过阮无逐礼拜，阮是像圣餐的时阵才唱安尼。我伫旧年退休，了后就7月底退休即个10月我有做一个脊椎的手术，所以拄则咱看我徛起来，哎哟，我死无输较热关安尼我有顶2礼拜有去一间我好朋友的教会啦迄牧师娘看着我讲，哎哟，死无输你当时中风啦因为真好的朋友，所以 OK 了，没有问题啦我实际就是讲一个脊椎开刀有时安尼做一个因素啦一寡安尼不过我要甲咱报告就我 OK 啦我身体是 OK 安尼也非常的即个欢喜我退休了后家己有一个心情，就是讲望会通将我安尼伫圣经的内面影响我的一生，还是讲影响咱的生活，基督的生活较深的一些物件，会当尽量安尼甲咱信徒、甲咱兄弟姊妹相甲来分享。
啊，今仔日所要讲的就是咧讲起着自执啦吼，自执。我加两字啦，讲奥妙啦吼。咱像自执就足济，定定咧自执啊吼。我来甲你讲，自执实在是非常的奇妙。我咧想讲，即世间上死的时间点，哦，是可能就是咱逐个礼拜咧聚会，也是各种的聚会，迄是一个无分好野善，无分啥物种族，无分啥物款的状态，会通大家安尼欢喜的心、感恩的心，来调起上帝，来敬拜上帝，一个上美妙的时刻啦吼。咱咧真正甲想吼，咱若甲咱的一生的中间工作的所在，伫厝里的时间吼，甲教会的时间甲摕掉，你会发觉着讲，咱的人生会足奇怪吼。所以咱基督徒会通讲是非常重视、非常欢喜聚会的一个状态啦吼。我要讲自执，要讲聚会，毋是讲我做牧师讲要请咱遮信徒大家都爱一心聚会，毋是安尼哦。我是讲这就是做一个基督徒伫圣经的中间上会当来显明咱就是上帝的囝儿，就是耶稣基督的体，圣神的团契。就是伫即个时刻自执敬拜的时阵我感觉上会当伫遮来显示咱是上帝的子民，咱是耶稣基督的体，伫遮无分你我，咱是受救赎的团体，咱就是伫遮咧经验圣神伫咱的生命，伫咱的教会伫咱的事工伫咱的家庭的中间我感觉这就是即个时段，即个时间是真正是奇妙真正是奇妙咱拄则所吟的圣诗200首，拄则咱带歌叶长老有介绍着讲，即首诗这就是对这个啥诗篇84篇来这首诗是非常的一个啥，诗篇84篇是非常水的一首诗咱的主导文的这个作者就是迄个啥萧泰然教授大家拢真知影伊的故事。我想是可能10-20年前啦一摆伊心脏开刀开刀真严重啦想是讲有可能这开了毋知会死的，我毋知啦到开刀了顺利顺利，开刀迄个休困了后，伊头一摆踏入教会，伊安尼心内大感动啦，大感动，是讲我是啥物款的上帝的疼，上帝恩典，我会当去踏入上帝恩典的厝。你会当想讲，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真正是体会。我叶长老有讲到这个经验有影？咱做基督徒真正是感觉，安尼每一摆聚会是真正欢喜伊感觉讲伊较会当有机会安尼踏入伫伊所喜爱的这个教会伫遐礼拜，伫遐组织所以伊就写首。咱拢知影就是诗篇84篇的这个首诗万军的主，至圣的厝，遮首足感动人的首诗。我想咱生活伫较捌现过，捌唱过自执其实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咱拢咧经验各种的这个自执啦所以咱每一个人无可能一个人存在，讲拢莫含人无需要交叉咱讲有的人讲死无事我伫教会我无去教会，但是我伫礼拜日看电视呢安尼来做礼拜这有真正的礼拜无？有无？无啦你真毋通相信讲迄电视迄牧师外口讲呢偌感动呢迄是无，迄是一个伫空中的牧师啦，一个真正的牧师是捌你的也是伫咱的生命中间是咧陪伴咱的像咱当牧师相款遮已经21年。牧者是这才是咱的牧者，这是主要所亲自讲的所以，迄是一个空中的牧师，空中的聚会，毋是像咱即马安尼一个活活的人。我捌你，你捌我，你的困难咱的遭遇，大家所了解这个组织，这是一个极奇妙的一个时刻啦咱不是人生其实经验足济各种的聚会，咱咧上课和朋友拍球、佚佗、看电影等等啦这个。有时嘛会参加一寡较紧张的聚会比如讲街头运动，也袂介严以前的街头运动是真紧张啦嘛有时有些真甜蜜，非常咱世人可能拢永远会记的你恋爱的时阵这个
迄个甜蜜吼，我和牧师娘第4人伊熟悉。即个拄好迄当时啊，170年代咧流行一条歌，就是洪英红咧唱迄个《一支小雨伞》。我若想着即条歌吼，我心内拢感觉很温暖啊，去偷笑咧吼。只有我讲吼，阮2个人吼，三角安尼徛起，啊，举一支小雨伞，落雨的，我举一支小雨伞。我甲澹落嘛安怎？嘛安怎？我甘愿啊吼。我感觉迄首诗若好听啊，真有意思吼。咱拢经验各种的即个组织吼。事实基督徒咱的生活、咱的生命中间吼，离袂开组织啦，吼，离袂开组织。咱会通讲是一个上爱以爱组织的一个宗教吼。我是算半第一代，我的老母是第一代信徒吼。我甲年纪较济的时阵吼，才开始渐渐讲起我的老母的见证吼。我较早毋敢讲，我感觉讲厝里的见证，讲我见证，感觉足见笑，感觉足歹势，感觉家己安尼吼，拆开互人看安尼吼，同款。毋过较慢慢啊，到60、70岁时阵，我感觉讲，哎呦，影响我的生命，影响着我伫部会中间足深的即个我的老母吼，我的老母即个旧年10月才迄个啥过身吼，95岁啦吼。我拢想讲伊少年，我看伊安尼是这里痛那里痛吼，我无想到讲活遐久啦吼。结果足早就摕一个子宫啊嘛，像一粒药剂那顶。毋过活到95岁，佫耳聪目明，佫读甲清楚，啥物人欠伊偌济钱，拢知影吼。所以你要长岁寿吼，就是爱安怎读较清楚，会行吼，这真重要吼。佫心内安怎有欢喜吼，伊拢感觉讲上帝恩典吼，超出伊家己所想象的安尼吼。我细汉的时，其实阮老母呐讲起来，少年时是真可怜，就是讲袂歹家庭啊，嫁互阮老爸了，生意失败吼，才有个囡仔毋知要食啥啦吼。阮老母足失志的吼，有时也想讲要自杀的吼，要创啥安尼吼。我亲身去感受到讲组织的奇妙，是对阮老母。囡仔我真乖啦吼，安尼顾嘴顾嘴啊，阮老母带我去各处去聚会啊吼，所以聚会我绝对拢跟伊行啦吼。教会咱是讲这囡仔去参加大人的礼拜吼，毋通安尼迄吵人安尼毋好啦吼。我爱甲恁讲吼，请你带囡仔来做伙来礼拜袂要紧吼。你嘛是讲囡仔拢听无吼，无影，囡仔会当去感受迄个礼拜的气氛呢。你甲想象看卖啊吼。我是亲目睭，我是一个啥组织的见证人吼。我见证讲组织的迄个奇妙，讲阮老母安尼一失志忧伤的中间，礼拜了吼，开始有讲有笑欢喜牵我的手倒转去厝里吼。这是真实的代志吼，真实的代志所以我的老母是一个真实的组织的见证者，我嘛是一个组织的见证者。我伫新人院服务的时阵吼，可能是全新人院内面上爱礼拜的人，就是我啦吼。我感觉伫新人院上解欢喜的时段，就是逐日拢有礼拜吼。我甚至佫参加学生的即个早祷会，早祷会几点？互恁约早时6点啦吼。无一个教授有才调，早时6点去参加学生的迄个早祷会，我去参加吼。我意爱聚会，我感觉这聚会是足奇妙的，比如讲。看即个牧师安怎咧讲道，诗会的祈祷吼，诗班的即献诗，逐个兄弟姊妹的相处，为人当着欢喜，甲着相揽吼安尼。嘛无讲看着拢额头无要去讲话啦，嘛无啦吼。所以伫即个教会的聚会的中间，我真正发觉着讲，真正会通体会即个神学意义，即个教会神学意义上。第一百是基督的身躯，圣神的团契的一个所在，的一个时刻，就是咱咧组织的事。咱拄仔所读的《使徒行传》，你真正甲看哦，《使徒行传》你讲这使徒因有啥物经历，伊做啥物代志福音安怎传遍到伫逐所在吼。迄个故事的开始，就是对因聚会开始呢。咱注意甲看吼，头前第1章就讲起
讲即个耶稣死过还未上天以前吼，即学生惊吓，毋知影啊，就死过走。主耶稣就甲因交代，恁踮遮自执创啥？听候啦。伊讲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灾灵，要对耶路撒冷、变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就是这样的见证，就是真正是圣神临到伫因的中间，伊一摆搁再一摆的自执，因的生命改变，对主事欢喜，成做一个欢喜欢愉共用。啊，伫迄个自执的中间，逐个人去领受圣神啊，会互咱的生命变化。啊，一个软正的人、无胆的人，甚至彼得讲大声话的人，含慢讲话的人，会当开始开嘴讲话。伫福音书内面，毋捌看到彼得讲过啥物款好听的话，也是像样的话啦吼。使徒行传的第2章开始，就是大篇彼得的讲道，互5000个人啊伫遐来受洗，也是教会。所以咱就看见讲，伫咱的自执每一遍自执，迄绝对是足奇妙的一个时刻哦，是值得咱来欢喜来参与啊，欢喜来享受的，亲像即个小太人安尼，伊深深去感受着讲，即世人的中间吼，安尼佫会当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伊安尼感动甲毋好讲去安尼，就是即款的一个意思吼。啊，我简单有3项要甲咱来分享，迄个自执的奥妙啦吼，就是讲，我对我甲我老母的即个做礼拜的即个经验，也是讲我家己的经验，我真正感觉讲做礼拜是足趣味吼，是足趣味。即个头一项就是讲，咱着爱相信讲，咱每一遍的自执吼，咱来到上帝面前，咱来相信讲圣神就做工，这是耶稣应允，圣神临到恁的时，咱每一遍自执，咱相信，毋是干那咱家己一个人伫遮，是圣神伫咱的身躯边，伫遐咧安慰咱，伫遐咧鼓舞咱，啊，伫遐咧引带咱。互咱会通伫遐来踏入稳定的厝，所以伫迄个所在，伫咱迄个自执的时阵，会通互咱所碰到的这艰苦、试炼、怨恨，拢会当安怎慢慢伫遐来消除啊！哦，所以我看见我的老母信主的这个经历，伊定来讲，这上帝该予伊的吼，比超过伊所想象的吼。迄个意思毋是讲伊着马上去趁大钱着大奖的吼，无啦吼。啊，有一摆伊做梦梦伊讲，着爱讲奖券啦吼。我足欢喜，困醒就甲阮爸讲啊，我吼梦伊着要迄个啥，着大奖呢。啊，结果安怎？有着无？有无？互你无啦。哦，咱台语古早人讲吼，天机不可泄露啦，泄露就无去啊吼，这是笑话啦吼，笑话。不过，阮老母信主了吼，伊上款有哪开柑仔店，有哪做甲毋好讲，伊做32年啊，吼。上款有安尼咧工作啦吼，不过重要是安怎，伊深深去感受有主甲伊同在，吼，圣神甲伊伫地安尼，啊，会当慢慢甲伊的烦恼忧愁，安尼一项一项甲伊破开。四牧师有哪烦恼足少的人，老实讲吼。也足少去惊着，啥物讲吼，小可安怎吼，啊，着惊甲袂困真吼。我甲即世人甲毋捌啦吼，安尼。啊，我是相信讲，这上帝较大啦吼，上帝较大。啊，咱每一个信徒拢有圣神啊，甲咱相较掂吼，所以免烦恼吼，免烦恼。啊，我有圣诗我诚熟个吼，我圣诗毋捌熟甲吼，我会当唱第4部吼，足些首我会当免看谱，也是影者我会当，也是对抒情我会当唱第4部。我就是讲，我感觉礼拜日吼，啊金诗嘛较趣味吼，我会当，可能牧师像我较对圣诗较熟个嘛，我可能排袂着个啦吼，有哪排袂着个吼，啊这是一个，我要甲恁讲，这是一个小小的乐趣啦吼，小小的乐趣。啊，我细汉的时阵，会记阮老母啊带我参加祈祷会。我拄讲，毋通讲囡仔拢听无吼，啊，就讲叫伊啊走离开吼，啊，莫踮遐吵吼。啊，即个咱罗俊义较严，啊，这啥人的囡仔呢吼，
甲抓在边仔吼，若要含囡仔耍吼，等去厝耍就好啊，毋通来吼，毋通伫即个礼拜叫啊，我袂安尼吼，我袂安尼。请咱有咱带囡仔来礼拜，袂要紧吼，袂要紧。囡仔听无，但是安怎伊会感受到迄个礼拜的气氛啊，迄绝对是有影响的，绝对是有一世人足大的影响吼。啊，我看阮老母的变化，有介趣味吼，啊，心情歹啊，伊礼拜煞，开始吼有讲有笑安尼吼，后尾有讲有笑安尼吼，啊，就逐礼拜足欢喜迄礼拜吼。啊，特别是基督会伊嘛真爱去啦，吼，伊也真爱去。啊，我想到迄条即个啥？基督的死一时结好，我心团里俗情烦恼。哦，我想讲，偌济艰苦人，伫迄个唱着迄条歌的时阵流目屎，有偌济人伫迄个基督会中间吼，真心伫遐无论吟诗也好，祈祷也好，伊也得到安慰的吼。所以咱就知影讲，咱的基督徒的即个自浸吼，是非常的奇妙啦吼。你嘛是讲啊，咱无去吼，歹势啊！你见着牧师吼，牧师就甲我问讲你某人咧是即几礼拜咧背用啥啦吼？这毋是讲咱歹势，咱是讲真正是意爱，咱逐个意爱来做礼拜。啊，我也期待，我也相信，咱即个香山教会，互咱兄弟每一个人就是礼拜日就欢喜啊，逐个来礼拜来享受啊圣神的团契，来伫遐。来进入伫耶稣基督的体，进入咱拢属伫上帝的百姓啊，同一讲的即种的一个国度的一个智慧啦，吼，安尼啊，我想讲，伫迄个智慧中间，会扫除咱的人生当然无讲拢一直拢安尼遐快乐，还是讲拢遐好势吼，伊会扫除咱一寡有诶无诶，吼啊，互咱的心神会当换新啦。互咱的甚至咱的心是咱是像安尼洗涤，安尼甲洗清气，吼，会当搁一个新的开始安尼吼。啊，这是非常奇妙、非常有意义的代志。第二项是咱自浸的时，咱毋干那是会扫除遮的烦恼忧愁吼，扫遮会出去了，会有一个物件就是啥？有喜乐会进入伫咱的心，充满伫咱的心啊。每一遍自集，你感受到即个，你会感受到讲上帝，咱讲上帝伫倒位啊？咱每一遍自集的时吼，你就会去经验到上帝的同在，你就会去经验到迄个圣神的权能啊！吼，啊，这是真奇妙的一项代志。所以，互咱伫自集的时，那亲像咧加汽油安尼吼，互咱搁再动起来，会当互咱搁再活起来。啊，即个新的喜乐啊，伫咱的内面，伫咱的内面。啊，做礼拜，有人是讲做礼拜吼，看牧师讲道吼，有趣味无啦吼，安尼。啊，是讲有啥物较新鲜的物件吼？其实我无感觉做礼拜是就爱安尼啦吼。我做礼拜毋是要来，若是看戏安尼，看一间仔戏好看无？我老实讲我毋是，我是真心。投入伫咱的即个礼拜中间，含逐个兄弟做伙吟诗学乐啊，做伙来祈祷吼。我感觉这是足水、足甜蜜的一个时刻吼，安尼。我少年的时阵听阮的牧师吼讲道，老实讲，感觉阮老牧师讲道吼破破啊吼，无啥物感动啦吼。但是足奇怪，阮老母吼。拢感觉讲哦，这牧师讲啊足好吼，啊感觉生活伫遐咧唱的歌，那是有天使的声。阮老母真正是完全投入迄个敬拜啊吼。啊，嘛有可能讲伊做感觉掂无用吼，会当抽空伫遐坐伫遐享受礼拜，伊可能感觉讲迄足欢喜吼，啊检菜啦吼。毋过伊甲我讲吼，我互伊即个牧师讲啊真好，爱搁做笔记。我做啊信啊生啊。我当伊就甲我讲，迄牧师吼，即礼拜讲啥吼？伊资料有一本册吼，就是伊做礼拜咧做笔记的吼，诶笔记。所以我就发觉着讲啥，即今日文讲的吼，我做礼拜吼，成功好啊歹吼，咱的信徒占一半责任啦吼，毋通拢想讲拢牧师熬含慢啦吼。
就是讲，迄个信徒的参与吼，是有关咱即个礼拜的即个啥，会当安尼有感觉有热气，感觉真烧脑，感觉安尼非常的好，迄个感受一半一半吼。牧师爱好好准备，咱的信徒爱热心欢喜参与安尼吼。无咱有一个吼，即个荒谬啦吼，即个荒谬英语就是即个 absurd， 即个对拉丁语的意思是臭耳人，无听的吼。即个啥？那完全的臭耳人吼，就是拢完全无听伊吼，就是 absurdus 吼。咱的即个英语的荒谬 absurd 吼，咱有来使讲，咱完全拢无听到上帝的话。拢无听到上帝的声吼，咱的人生就是荒谬啦。咱真是臭耳人，就是荒谬。我感觉伫礼拜中间，会当互咱来安静来听到，好拢时听袂到，而且声音，对天灵来的声音，我感觉这就是啥？一个真水、真实毋是荒谬一个人生吼。所以咱逐礼拜一声。听着这个啥，会去感受到上帝的话，会引带咱的脚步，感受上帝的同在。咱是就囡仔倒转去厝，第一句话就讲啥？较少讲爸爸，讲妈妈吼。看到妈妈就安那心内就安心啊。咱伫遮听到上帝的声，就那亲像就知影讲上帝甲咱伫地，咱就有那安心，有那安心。热爱聚会，热爱聚会。其实我伫牧会中间，我拄着的朋友，也是讲咱教会兄弟，我相信咱有哪看会到吼。我迄时人以前伫湾里有5年久伫湾里啊。湾里教会也是湾里教会是做事的较济啦吼。一个老姊妹姓郭吼，有10个囡仔啦，讲哇，遐是这10个呢，10个啊吼。所以我拢叫因迄家叫做高家班啦吼。即摆遮个囡仔、遮孙仔拢做长老啊吼，所以我来去湾里吼，我们足欢喜吼。遐囡仔拢逐个安尼就 call 我来吼，安尼。因阿公吼，即个郭长老、郭天来长老吼夫妇，是做事的吼，其实做事逐个做甲拢头躯脚躯，咱50、60岁啊吼，就敢若咱即摆8、90岁安尼跳舞啦吼。我看人翁某吼，逐礼拜安尼的确。会早礼拜，下昏嘛礼拜，阮哩是早会早甲阴暗嘛吼，70年代。咱高雄南部吼是会早甲下晡啊，对无？你会记当时拢讲啥？讲我有收迄个全职的礼拜，就是咧只讲我会早也有礼拜，下晡也有礼拜吼。咱即摆我看啦，无人咧收即个全职的礼拜啊吼。迄是时代无共款啦吼。即个规定落在暗时仔的礼拜我头一摆吼，含人手，互我行一条的吼，迄是安尼粗甲吼，我摸一下，我行一条，迄种世间好即个手，较粗的吼。毋过因即个夫妇是某生活艰苦，毋过听主热心聚会的迄个态度吼，互我一世人袂记一字啦，袂记一字。我感觉因即个信仰实在有够水的吼。有一摆暗时聚会煞。伊就甲我讲是牧师，迄条咱即摆咱等下要礼拜煞了，要吟的歌啦吼，即个394首吼，即时礼拜7要煞有无吼？即个这首诗也真趣，伊讲吼，伊若每一遍吼唱着即条歌。伊讲，若每一遍唱着即条歌吼，伊拢真感动吼。伊佫讲互我听吼，伊讲吼，亲像即个啥，第40、第40讲，伊讲咸菜有时受艰苦吼，吞忍瓦克主照顾。第40讲经过试炼哪坚固，亲像黄金落火炉吼。伊家己感觉，伊真正是安怎接受即款的艰苦的即个日子，毋过安怎？伊真正，伊讲伊真正着经过试炼啊，互因过亲像黄金落火炉。讲世间艰苦吼，世间艰苦莫失志，天堂安乐因福气，伊深信啊。
深信即个信主的人有福气，会深信啊，互我永远拢会记吼。最后一项最后一项自执的奥妙自执的奥妙就是讲，莫每一遍自执咱的生命会改变，咱会成做基督徒的见证人福音的见证人。就是讲，互你的朋友，互你的厝物隔壁真侪人看到讲，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会遐奇妙会遐奇妙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圣灵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才能就是开咱跑要伫耶路撒冷，伫咱就近的所在，咱的厝边，耶路撒冷变犹太，咱的同住同语的人直到地极做我的感情，去甲逐所在，安尼我感觉咱的教会，其实教会咧创啥？教会就是安尼，就是亲像华理科的即个全世界上大间的教会是华理科的教会有一个足正确的一个神学理念，就是讲教会是啥？教会就是进来跟出去就是讲。进来就是聚集，就是教会就是有一群人咧自执，佫安怎有一群人出去自执来享受上帝的恩典，参与替上帝的权能，出去创啥？来做见证，来做宣告。这足简单的一个理念，符合圣经的一个教示。所以咱的教会就是安尼，大家一心来自执，安怎出去的时有哪欢喜伫遐，用咱的性命，用咱的嘴。伫遐来做见证，我拄仔来听到咱上山教会即几年来，也有推动一个遮宣教的事工，我也感觉非常的即个欢喜，非常欢喜我相信咱的教会这确是上帝所祝福的一间教会，我牧会总共42年久，第7人伊21年，牧会也21年，我。拢深深感受到讲这是上帝恩典我退休的是足大的感受是安尼我红报的是足大的感受嘛是安尼我即马嘛是还佫重新是安尼这是上帝的恩典也互咱每一个人成做伊的见证人，即个所以我也真意爱讲起了我的老母的见证，讲起了我的见证毋望咱。每一个兄弟逐个人拢是主耶稣所咧讲的一个见证人，互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去经历上帝的权能来经历每一遍自执的一个奥妙。甲来祈祷，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赏赐安好主日这是上帝你互阮极大的恩典。你互阮知影，阮的人生是有限，阮每一个人拢的确有人生的一个终局。阮一生的年日，阮感谢你，互阮清楚知影，阮独就是善思上帝的话，互阮会通一世人照上帝你的话来行，互阮一世人以爱踏入你恩典的厝来敬拜你。互阮伫遮来经验上帝你的恩典，上帝你的慈爱。主，阮感谢你，这么美妙的一个时刻，一个这么美妙的一个所在，原来就是你所赏赐的阮。求主你，互阮的教会逐个人大细搁较热心伫遮来自执敬拜，互阮搁较勇敢踏出阮的骹，去到伫所在为你来做见证。我安尼祈祷感谢，好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上次伫遮来报告就是今仔日是总会海内外宣告的即个奉献主日我2年前担任总会的即个议长甲副议长啦迄几年的中间，互我有机会差不多一年有8摆出国特别去韩国啦、日本啦、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这个国家，互
互我深刻去感受讲，即个国家拢感觉，恁台湾教会吼，因无法当想象讲台湾的教会吼，足侪教会拢咧做社区的工作啦，吼。特别是你即马即个老龄化的一个时代吼，咱会发觉着讲，咱的教会真正是为先见之明啦。知影即段时间真正就是老龄化的时代，吼。有的教会是讲，即教会毋通干那拢咧做老人事工啦吼，来做青年事工啦吼，安尼吼，伊讲做老人事工安怎一直会减吼。做青年事工吼，才会愈来愈济安尼吼。我讲错吼，毋是安尼。即个老人事工是上年事工是上帝互咱的即个看见，这是咱逐个人目睭所看，你我逐个人目睭所看，拢需要咱来关心的。上好的资源伫倒，就是咱教会呢，就是即马足少所在讲有遐宽的所在，遐济教室，吼，遐济听主的人，所以。即个事工就是咱的伫总会内面咧推动，而且上年的事工，这是非常重要。哦，即个咱亚洲的国家足是拢足欣赏，我感觉咱台湾遐厚，遐奇妙，爱当做甲遐好安尼吼。所以我也真欢喜，咱的教会伫即个中间都看起着各种的需要，哦，无论青年的需要、少年需要、社区的需要，国内外宣教的即个，就是伫遐唤起咱兄弟。大家毋是干那咱的教会欢喜，只组织咱也欢喜来去关心这国内外教会的这需要，只即个机会甲咱谢多谢咱的教会伫旧年有伫即个国内宣教即奉献有提供咱的规律吼有缘，请咱有继续来关心即个事工以上安尼报告，多谢。请掀开旧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读两遍。来，独圣事念到恁的时，恁要得到灾灵，我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独圣神临到恁的时，要得到灾灵，我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第8节。咱三甲的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279首，圣诗279首，请起立。上帝赐福。
请坐。奉献，请东京执事、瑞芬执事、郭县长老、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请看周报第22页消息报告。第3点，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特别派司必赞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司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4点，乌马汉牧教会为建堂做农产品的预备，有要购买的，请伫1楼公布栏来登记，到今仔日截止。牧区消息，少年团契定伫1月20日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黄宗惠长老分享，请客友参加备有午餐，午餐后有桌游活动。遗体关怀第1点，蔡敬宏兄弟1月12日王子温调，定伫1月30日拜六上午7点，会伫第2殡仪馆真爱仪式举行入殓火化礼拜，下晡1点伫本教会举行告别礼拜，然后前往平安园举行安葬的礼拜。要参加安葬礼拜兄弟，请伫1楼公布栏来登记，请为遗族来祈祷。奉献的部分，请家己看，若有错误，请向中级来订正。主间的聚会甲下周圣工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好，咱今仔欢迎4必赞牧师来讲道，那么欢迎牧师娘伫咱的中间，牧师娘坐伫倒位，好欢迎。好，咱的
伟峰吼，伊明仔载要转去美国吼，咱恳求主保守伊一路平安，伫美国嘛有真平安健康的生活，互咱嘛为伊祈祷。啊，伫遮嘛补充报告，咱兄弟若有伫教会放见钱吼，有一袋钱吼，毋是一袋钱啦，放咧一个塑胶袋仔内面吼，啊内面有迄个字条吼，啊顶面有写字，你若放见钱吼，等下会后请你来找我安尼吼。毋是一袋钱吼，嘿，敢一点仔尔嘿，吼，嘿，但是嘛是钱啊，嘿，嘛是钱嘿，所以若有碰见钱的，请来找我安尼。好，咱即时咱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吼，咱就为着即个敬丰兄伊的家族来祈祷，吼，咱知影伊安尼伫迄个病院伫遐倒年外的时间吼，主将伊接去，吼，咱。虽然毋甘，但是咱恳求主会当来安慰保守，咱相信凡事拢有上帝好的意思。互咱嘛为着伫厝里疗养的民主姐、随明兄、邓妈妈、公基姐、陈其雄长老、庆和兄、春文兄、廖罗素梅姐、怡礼、慧玲姐、方梅姐、志金姐、明理姐、阿淑姐、谢丁兄、富美姐、蔡竹姐、阿菊姐、阿秀姐。各湾兄、东龙兄、李翠老师、嘉禾姐，为着因的身躯来祈祷，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嘉怡，吼，咱嘛为着伟峰，吼，伊明仔载要转去美国，咱嘛为着伊祈祷，互咱开喙，为着咱的肢体，为着咱今仔日所听到国内外的宣导的需要，吼，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会当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主，阮相信你毋若是互阮享受福气，你也要呼召阮往普天下去传扬你的福音。主，就恳求你帮助，互阮伫阮日常的生活会当成做福音的使者，帮助阮会当勇敢来宣扬你伫阮生命中间遐尼大的恩典。我嘛要为着这国内外的事工、宣道的事工来祈祷。除了阮所关心的总会安尼事工，我嘛知影有真侪的宣教师，因受到差遣去到其他的国家，甚至是真偏远的所在。阮恳求主，你拢来固守这宣教师，帮助因所做的事工，也保守因的平安甲安全。主，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特别为着敬丰兄的家族来祈祷，恳求主你赏赐明华姐甲伊的囝儿，互因拢会当得到对主来安慰，也保守了后所要备办这个个别礼拜这个事项，拢会当一键顺利。主，阮也要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医治看顾，互因经历上帝甲因同在的平安甲喜乐。阮也为着嘉怡来祈祷。恳求主你保守伊怀孕的阶段，伊也特别生产。恳求主你保守伊平安，也为着真济有细囝的家庭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个父母，也是遮个斗相共有饲细囝的遮个阿公阿嬷。主，恳求你赏赐因健康的身躯。主，阮也要为着伟峰伊明仔载要转去美国的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互伊一路平安，也到美国拢有上帝你甲伊同在。主，阮将兄弟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特别过来这几日，阮有真寒的天气，恳求主你保守，互阮每一个人拢有健康的身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的吟诗圣诗394首，吟诗线，请陈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是礼拜的要线，大家吟诗通是线，心肝常常看教会，望回过主会，那日所做着善事，大行交出所教示。共享交法度，加汤帮助保护，咸
心落回落，谁敢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